個帶出嘅歷史。我哋今日會做測試，係一種傳統嘅中國文化。我要攞返去俾媽咪睇，呢個係我親手做嘅古董。我一開始仲以為好似油漆油牆嗰啲嘢，咁完全冇概念，但聽起嚟好似好古老、好神秘。我知道係中國傳統工藝嘅一種材料，喺中國有好高嘅地位。我依把線上面畫咗一座好高嘅山，佢睇落嚟好穩陣。我仲畫咗一啲好茂密嘅樹，我用咗唔同嘅高矮去增加生氣。我仲畫咗一啲水，我喺水面上面加咗漣漪嘅效果，令到睇落去有啲流動感。老師讓我們記住4個步驟：粉色加3滴，紅色加4滴，金色也加4滴，但是要少一點。之後我們就可以把扇子插進水桶裏面，之後呢抖一抖，甩一甩，就可以有一個完美的作品了。好靚，好似旋風咁樣。我覺得好玩同埋有趣嘅，因為咧平時都好少接觸呢啲活動啦，而家有機會嘗試啦，係覺得好好玩嘅。而且咧由一開始而家乜都冇變做而家呢個製成品咧，過程度好享受，之後見到最拉尾呢個結果咧都係幾開心嘅。對我一個非華語同學嚟講，有機會接觸中華文化，都係一次好特別嘅體驗。我覺得古代啲人好叻，因為佢哋雖然冇現代呢啲機器，但係佢哋都識得用樹枝嗰啲天然漆液去製作啲顏料，所以令我覺得我身為中國人真係好驕傲。